由魏浚笙、楊思穎、朱鑑賢、周漢寧同麗英主演，馮志強執導嘅電影《浪花男女》8月18日舉行首映禮。活動尾聲，影帝任達華驚喜現身，專程抽空支持喺紅豆飾演淵淵嘅魏浚笙。華哥透露正拍緊戲，要拍到凌晨3點，但仍然向劇組請假，趕到首映現場。笑言今日戲名應該叫送羊入虎口。佢更大讚魏浚笙係老虎仔，識游水又識滑浪，角色非佢莫屬。華哥亦呼籲大家支持女主角楊思穎同導演馮志強，並指同導演相識多年，合作過唔少作品。談到魏浚笙拍攝時曾因成前頸受傷，華哥表示心痛，並憶述自己吊頸戲時1秒都嫌多，慶幸魏浚笙年輕，復原好快。早前有網民拍到華哥同黃子華一齊食飯，被指有新電影計劃，華哥未有正面回應，只笑言飲杯茶食個包都係好事，並希望演藝界朋友多啲聚會，放低新科技，面對面交流，為創作帶來火花。講到謝賢上月離世，華哥心情憶述，二人早在80年代合作，千王之王相識，四哥教識佢咩叫樂觀。華哥感慨，四哥嘅笑聲會永遠留喺影迷心中，自己亦視佢為超級偶像。